罗姓男子于28日16时许，自基隆驾驶拖板车载运钢构至观音工业区，在观音区中山路1段右转成功路3段时，因载运钢构未固定好，而掉落至对向车道。当时对向车道无人车，未造成其他意外发生。警方获报到现场处理，并对罗男驾车载运货物掉落之行为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第1项第2款，治单举发，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